別吵，別吵着我奶奶，把門關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話快說，我要睡覺。是這個樣子的，雖然我們兩個人已經結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並不熟悉，對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們倆……我知道你是怎麼想的，你嫁到我們顧家，不就是為了我們顧家的錢嗎？但是我告訴你，這個婚，我是為了我奶奶結的，我是不想讓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結婚之後，我也不會盡什麼丈夫的義務。說的難聽點，咱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，我還要找我自己的真愛呢。我說你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啊？有錢了不起嗎？我才不稀罕跟你發生關係呢。太好了，有你這句話。把這份合約簽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預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強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顧少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實質的權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別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簽了吧。你這個分明就是霸王條約，全部都是約束女方的。那麼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絕對不會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簽了吧。哼，你這個是不平等條約，我拒絕。那你要是不肯簽，就是對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對你一點想法都沒有。那太好了，這件事先不要讓我奶奶起疑心，我們暫時睡一間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發。女士優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發呀？這是我的房間，憑什麼你睡床啊？再說從小到大我還沒睡過沙發。那我也不是睡沙發長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讓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不許性騷擾我。這什麼鬼？